它起步的时候很高，对。但是起步低也无所谓，我网上看视频嘛，他们可以把它给拉高一点。对，起步低你得反应快，拉回来。起步高可以多。點啊？咁快翻嚟做咩啊？繼續啦！哇！繼續喎，第一次喎，未落水喎。有1分鐘喎，閒閒地都。咁快，咁快啊！哇！拍心張。